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啊，咁啊大家都算係幾齊集雙嘅。前面快嘅馬呢就係翠兒威威㗎啦，咁啊大面箍淺藍衫嘅，數入去有午夜快車，埋邊呢就奮鬥輝煌啊，出邊綠衫寶城之星，內欄第5灰馬黃衫呢仲有康昌之星啊，中檔白衫粉紅帽呢，大約跟住個6、7位啦，仲有極速滿貫外邊嘅江南勇士啊，攝咗去內欄喎，啡色衫得意佳作啊，後邊4匹馬佳福區啦，中間夾住尾3啊轉得勝啦，暫時墊後一隊和道威呢，咁啊內欄位置暫時包尾嗰隻呢係大力猴王嚟㗎，向住對面直路頭1000米嘅段住進發啦。翠兒威威好鬆容咁擺到喺前面放咯，跟住第2位嘅馬係午夜快車嚟㗎，內欄第3奮鬥輝煌，中間第4極速滿貫啊，外邊望空咗啦，綠衫藍眼罩第4位係寶城之星啊，內欄第6啦，黃衫淺藍帽康昌之星啊，出邊粉紅眼罩呢，仲有江南勇士啊，後邊個5匹馬轉得勝佳福區，得意佳作向尾3啊，尾二就和道威啦，暫時墊後仍然係大力猴王嚟㗎。好啦，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前面翠兒威威咁啊貼欄好鬆容咁樣支離咗大約有半個身位嘅午夜快車就外邊嘅第2位啊，第3位嘅馬啦，埋邊有奮鬥輝煌啦，咁啊移出去外邊呢就極速滿貫啊，後多層啊嘛，康昌之星黃山淺藍帽，後多層有中檔嘅轉得勝，出邊寶城之星啊，最後200零米啦，埋邊翠兒威威仲係有優勢嘅，中間奮鬥輝煌追緊啦，出邊極速滿貫上緊啦，最外邊嘅馬仲有康昌之星啊，出邊係和道威，最後100零米翠兒威威好韌啊，依然係佔先啊，咁啊進佔第2位嘅馬呢，咁啊埋邊位置奮鬥輝煌，出邊極速滿貫啊，結果翠兒威威原班人馬原裝配搭直落3邊。跑第2名嘅馬奮鬥輝煌係咪高盤啲呢？中間極速滿貫湧咗一種呢，又好似唔多。至於第4名嘅馬康昌之星，機會係咪高過外邊？姍姍來遲嘅和道威，亦都需要影相。好啦，恭喜晒馬房今季第2隻3連捷嘅馬啦，翠兒威威第2名，奮鬥輝煌頂到尾啊，頂得住個緣分啊，極速滿貫第3啊！恭喜周俊樂同馬主啦，你睇下嗌到呢度都聽到啦。話別無異心。